无健康，遮痛遐痛，圣神即时就医治你，阿门。圣神即时就医治你，阿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将你所烦恼的事拢完全交托伫主，伊就纪念你，伊就纪念你，阿门。即时无需邀请咱的双手来举起，咱来欢迎，真谦卑，咱来欢迎圣神来内住伫咱的心中。咱做伙来讲，圣神我欢迎你，圣神我欢迎你，圣神我较无你，圣神我较无你，圣神我邀请你，圣神我邀请你。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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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拉主，哈利路亚。伫咱的生命内面，不管咱拄到什么款的情景，你有确信上帝有甲咱同在吗？阿门。你有领受到上帝同在恩典吗？阿门。阿门，阿门。这是咱来用使徒圣经，咱做回来个别咱的信仰来，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比勒得林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高活，就天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阿门。这是牧师要邀请你来甲隔壁的人，你来讲用俄乐跳舞敬拜咱的上帝。来，你来甲伊讲。用俄乐跳舞敬拜咱的上帝。咱做伙欢喜来俄乐咱的上帝，哈利路亚！咱做伙来拍谱啊！我的心中所有的快意，讲耶稣。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上帝非常的听咱每一个人，阿妹吗？我相信咱的儿乐要带出医治，要带出喜乐在咱的中间。我要邀请每一个人，咱会当拍开咱的双手，只会来儿乐咱的主。上帝听咱太会行大，欢喜喜乐。邀请咱的兄弟成员吟诗，咱的姊妹会当享受伫圣神的水流内面，阿门吗？阿门，哈利路亚。咱请兄弟来。新的诗歌来学乐咱的上帝，来敬拜咱的主。
宣布上帝的荣耀，永永传扬，奇妙的作为，展开双手，万民的巴掌，万民信任，你是我的上帝。宣布上帝的荣耀，永永传扬，奇妙的作为，展开双手，万民的巴掌，万民信任，你是我的上帝。万的上帝，坐伫宝座顶，圣殿充满荣耀，万民敬拜全的上帝，完美尊崇你，圣的荣耀尊贵能力，拢归你。一个宣布上帝的荣耀，永永传扬，奇妙的作为，展开双手，万民的巴掌，万民信任，你是我的上帝。要请咱大家人举起咱的双手，做伙来学落主。万的上帝，坐伫宝座顶，圣殿充满荣耀，万民敬拜全的上帝，完美尊崇你，圣的荣耀尊贵能力，拢归伫你。你讲出命令就有，阮我开就有我命，万民在声，哈利路亚，现在是在现在。你讲出命令就有，阮我开就有我命，万民在声。
上帝伊创造万物，万民拢归伫伊，这声拢要学乐伊。阿门。你看，咱的上帝是这样至大、至尊、荣耀，咱用普话声学乐咱的上帝，好不好？阿门。哈利路亚！你这个普话声是对上帝，哈利路亚！上帝你偌尼啊赞，上帝你偌尼啊好，阿门，阿门。哈利路亚！上帝唔但对咱好，上帝对全地所有的百姓拢好，所以一更少好人嘛少是，所以上帝嘛爱咱来为这抑阁未信的人来为着因祈祷。你阿门吗？阿门。咱的福气，上帝讲，咱的福气爱甲伊分赐分出去，或者未信的人紧紧来信耶稣，因为耶稣搁再来时间要到咯。耶稣两边都要搁再来，所以咱爱为着这个代志来祈祷，就是好这万百姓会当紧紧来明白咱的耶稣。这个是咱要举手来祈祷，为着咱的教会，咱即马在办社区的青少年的舞班，也搁有青少年的星光学院，就是下晡下课了，因拢会当来到伫教会，伫遮来读册，然后上英文。互因培养一个真好的读册习惯，这就是咱甲社区的一个连接。咱毋望社区的家长，因的囡仔，拢因为咱的教会的听，这老师的听，因要来明白，教会实在是有耶稣，恁的上帝实在是真好，恁的上帝嘛要成做阮的上帝。阿门。举起咱的正手来，咱大声来为着咱的社区的工作，咱大声来祈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也这个祈祷充满着信心，圣神来，因为圣神对咱讲话，咱是这块土地祈祷的勇士。因为咱的祈祷，最人就要得到感动，上帝要动工伫因的心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悲上帝，我要大大学了你。主，我感谢你创造人类是一个群体，互阮有社区，互阮有家庭。主，阮甲人是连结的，因为主你甲阮是连结的。主，你想使阮人有灵、有魂、有体。重要的是这个灵，因为这个灵是对上帝你来。阮透过灵来祈祷，主当阮祈祷的时阵，阮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主啊，伫台湾这块土地，这也未信的百姓，主啊，你要互因紧紧来明白到你的救恩，要互因紧紧来感受到上帝你对因的疼。主啊，这是你的心意。主，你要祝福伫阮永光教会，互阮伫这个所在，伫这个土地。来讲出上帝你的话语，耶稣基督你福气的话语，互阮的厝边，互阮徛在这块土地，主啊，特别伫阮永光教的附近，这个社区，这个青少年，这个囡仔，因拢会当伫细汉就来明白耶稣基督你的福音，这是偌尼啊水的代志。主，阮求你就要应允阮，阮感谢俄罗主，因为你的听极大，你的听遍传伫各所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做回来，举手来敬拜伊，举手敬拜伊的时，咱就看见咱是伊的囝儿。这是上帝的话，本我开，就有我命，万民齐声，音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现在，大声来吟地讲出，哈利路亚。上帝是大有气力的，
圣洁、荣耀、尊贵、能力，拢归伫咱的天父上帝。咱用咱上会当表现的仆个声来学乐，来归乎伊。咱来甲边仔人，你来甲伊讲，咱所信的上帝是大有荣耀。来甲伊宣告。咱大家讲阿门吗？阿门。阿门吗？阿门。哈利路亚！当咱回应阿门的时，上帝就将伊的能力、伊的医治、伊的尊贵，拢赏赐予咱。阿门。阿门。甲边的人，你来甲伊讲，请坐。阿门。这时，咱要来共读圣经。圣经记载伫出埃及记第1章第7节到14节。请。毋过以色列人生产真多，非常强盛，遍满迄个地。后来埃及有毋捌约瑟的新的王起来统治，伊甲伊的人民讲：看咧，以色列民族比咱较侪。搁较强，咱就想一个好办法来对付因，才免因人口加添。战争发生的时，联合咱的对敌，甲咱攻击，离开这个地。埃及人就派刀工管辖因，强迫因做苦工，压迫因，互因伫比东甲兰塞为埃及王去囤积物资的城。毋过，由埃及人若甲因压迫，因人口愈多，扩展愈快。就安尼，埃及人愈惊以色列人。埃及人强迫以色列人做苦工，互因生活困苦。无论敲黏土、做砖，也是伫野地做工，埃及人拢对因严苛对待因。圣经讲读到遮，今仔日牧师要进道的题目是有出路的人生，有出路的人生，请牧师。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咱会再去做伙伫遮。咱拄仔在读圣经吼，是埃及人吼，毋是埃及人啦吼。不要紧，无看白话字一定读袂出来吼。就要看白话字，较知影迄个第几音吼。埃及人甲以色列人这是咱会再去做伙要学习的吼。好，请兄弟姊妹，咱举起咱的只手，咱做伙来宣告永光的宣言来。永光教会是归属上帝、活出基督、活靠圣神、充满荣耀甲能力的教会。阮的确要成全圣徒，活出明灯，力行普世宣教的异象，互主的荣耀充满全地。阿门。哇，感谢主咱永光教会有这款的使命，就是咱无论去到哪落，咱拢要传扬福音、见证福音，互人看到咱就知影咱是属耶稣基督的，咱是合合的，咱是充满疼的。因为这拢学习耶稣基督所得到互咱的祝福。今仔透过这段经文，咱做伙思考这个题目：有出路的人生，有出路的人生。咱感谢主，咱伫228就是拜五甲拜六3月初1，咱这个核心的同工，拢总有92名，咱去到伫这个部里的所在去遐。会当有一个真好的一个退休会，还是讲灵修会主要就是甲上帝、甲人有更较亲密的一个连接吼，所以有几张相片，牧师要互咱看一下吼，请咱同工来用一下 ，OK 好，这后壁就是玻璃教会吼，后壁就是玻璃教会吼，是这是咱去第一站。咱就去到玻璃教会的所在吼，好，搁有吼，咱有几张相片，咱会当来看。感谢主，互咱这2天有真好的天气吼，
所以咱去到伫玻璃教会，玻璃教会即个礼拜堂是9月1地当了后来起做的真水因有真悬的跳高吼声足回音的足好看吼这是因1楼的所在阮伫迄搭遐下昼时就伫迄搭遐食即个西施肉丸吼甲排骨酥汤安尼吼早上就是拜六透早阮就去到伫石柱文化村兄弟姊妹同工会当做伙伫遐看这樱花吼足水的吼哇！我去到每一个所在拢有阮有坐缆车吼这就是二月潭的一个部分吼阮就是坐缆车，大家做伙伫遐爱伫遐排队，因为假日吼有够侪人的吼哇，有够侪人的足侪咱无注意者人就甲咱赢过甲咱插队过吼不要紧因为咱即个团体是充满疼，所以感谢主互咱的同工伫即搭遮有真好的休困，嘛会当有甲同工有美好的一个结连吼这就是阮即2天的行程。等下嘛佫有图片互咱看吼虽然咱真侪人无法度去，不要紧咱嘛会当透过安尼看见咱教会所办的活动，无论去到倒落咱拢有美好的见证表示讲咱是一个耶稣基督做中心听的一个团体吼。好牧师请问咱你平常时有在泡茶啉茶举手一个来有无？泡茶啉茶有无？好咱是安那是足欠是安那是顾性命真侪人无在泡茶无啉咖啡的咧来对安尼就是好，请放下北部较侪人是啉咖啡对无泡咖啡若南部较侪是啥啉茶泡茶这是伫生活内面真特别的一个趣味的代志啦吼牧师对南部来，所以对即个泡茶对厝里我的是大人爸爸伊是做农的所以无论去驶牛车，还是去甲人车庄还是去帮忙人到伫伊转来的时阵，就是暗时6点转来伊若无啉茶，伊就要食饭所以有即个习惯我的妈妈也是讲伊会叫阮这囡仔知影爸爸念伫要转来就爱先甲泡茶泡好伊转来手洗洗面洗洗咧先啉一下茶咧然后较有食暗顿安尼所以即个习惯就伫阮的厝里有当时到足寒的冬天茶叶拢无嘛会讲英你去买一下茶心转来我就寒到要死爸爸爱所以嘛是爱大雨清咧啦，是讲落大雨拢嘛爱搁去点遐阮的教会有一个长老，伊咧修理脚踏车伊嘛有咧卖茶叶阮就去甲买当时妈妈讲无你家己写一个安尼我搁较歹势写一个就安那记淡病哩这是我细汉的经验所以泡茶对阮的家庭来讲会变做一习惯老爸退休了嘛继续阮拢会用泡茶做伙伫遐开讲享受家庭的美妙茶叶有分春仔茶、冬仔茶对无佫有其他总是咱若啉茶就知影春仔茶甲冬仔茶是上好的是上好的春仔茶甲冬仔茶有啥物无共款春仔茶就是伊的籽较济伊个泡了伊的叶较厚若春仔茶有迄个茶即个叫做叶的叶影较济春仔茶嘛产量会较济这是春仔茶有的人特别爱食春仔茶，因为春仔茶茶味真重佫有就是伊佫有一点苦甘的感觉因为迄个影泡起来就有一点苦甘毋过若是冬仔茶呢产量就较少因为寒天本来就较无法度生产出来毋过冬仔茶较润喉，喉底较深，
意思讲啉了你拢会感觉即个喉咙拢会感觉安那甘有无？较济是重仔地哦，所以每一个人意爱无共款吼。若对我来讲，无论春仔地、重仔地拢足好诶啦吼，因为就是无共款诶滋味。总是咱讲诶，若要品茶，其实嘛是一个真重要诶吼。人泡茶泡落来啉落，毋是哦。有人真重视即个要安怎去享受即段时间因为茶叶来讲可能最少一斤嘛爱1-2千块、2-3千块起哩嘛吼。所以伫遐泡茶诶时阵，因就会去品茶吼。品茶呢，其实有3个方法，有3个步调啦吼。茶品来讲有3个步调，第一个就是啉茶嘛吼。当然茶泡了烧烧冷就较无味啊。烧烧的时阵啉一下，啉一下时阵你就去体会伫喙啦、伫你的嘴啦、伫喙齿遮去感受讲即泡茶味是安怎有芳无芳吼。这是第一个然后当然就啉落去。第二款就是安怎偏芳吼，偏芳偏芳就变做就爱另外一种杯啊你茶泡了，若是真正要偏杯偏芳的吼，阮就是第一泡紧冲掉，甲惊人垃圾冲掉。第二泡就会直接倒落迄个偏芳的杯，长长的迄款的有无？偏芳的杯吼倒落了甲大概5秒10秒了就会使甲伊倒掉，倒你的茶杯内面迄个空的偏芳的杯你就会讲偏吼。即个偏你就去偏着讲即泡茶。会芳味伫倒落甚至你若内行的，你会当闻出讲这是春仔茶还是重仔茶，甚至你搁较厉害的，你就会当闻出讲这是对一支山的，无共款是阿里山的，还是讲什么青几个名袂记一啦对，有无共款的山伊的迄个芳味无共款，因为做法有一点点无共款，这是会当偏芳。搁一款就是安那用心去享受啦，就是讲会透过泡茶会当放松，还是讲有朋友来泡一下茶，大家开讲一下，哇，这是心灵的一个交通。所以泡茶毋是真简单泡一下就啉就煞，毋是论安那因即马搁在读神学院，因所记载就是拜5下晡若当转来，3-4点的时阵若当转来，厝里就泡一下茶咧。大上拢是安那在泡较济嘿，伊就招讲来啉茶，我泡好哇，阮就来大家开讲一下，知影因伫过去即礼拜伫学校的生活学习是啥物迄就是一个真好的交通的时阵阮嘛会甲教会遮的较重要的代志，因需要知影的青少年的书、主日学的书拢会当伫迄搭遐来做分享我相信你厝里若有习惯泡茶，其实会当用泡茶的时阵会当伫厝里有真好的一个联系，这是真好的一件代志所以求上帝帮助咱若是爱泡茶的人茶具嘛一个学问对无？你茶具到底大个细个完全无共款，爱看人份嘛所以你若泡茶，厝里一定有足侪大细支的茶杯无共款迄个杯较天开的较大，还是较捌的较好，这拢在人的，拢在人去享受这是一个真趣味的一件代志。咱看连泡茶都爱遐用心对无？哇，泡茶是咱生活可能还是讲啉咖啡、煮咖啡，是咱生活的是小部分。总是你若愈意爱，感觉这是一个生活的品味的时阵你就会去好去甲了解。即马足简单，你上网去看一下，这咖啡豆是啥物豆咖啡豆分2大种到底我今仔买是对一种，还是对来对无等等遮的，你去愈有兴趣，你就会去愈了解。求上帝嘛帮助咱咱伫信仰啦嘛是安尼对透过咱读圣经祈祷聚会，咱嘛会当甲咱的信仰活现，更较活现伫咱的生活中间，这是上帝喜爱的，这嘛是你我会当做学习的。阿门。所以你会当用啉茶、啉咖啡的心情来读圣经啦。阿门。
啊，你甲隔壁讲来，你会当用啉茶、啉咖啡的心情读圣经，哇，对吼，咱真济人吼出外去，你看第一个就是咧找啥？找咖啡店对无？抢的就是咖啡吼，咖啡店。啊，这饭店的咖啡歹食对无？意思对无？歹食对无？一定爱去外口找一个啊。每一日就是一杯仔咖啡咧这昨我掠包的我想伊小可无食早餐，伊妈妈讲，伊到遮啉袂合，所以伊去外口买一下咖啡讲安尼内行人这就是人生，就是生活咱每一个人的要求每一个人的注重不共款，总是遮个，咱知这拢是上帝予咱的。当咱会晓去享受遮个时阵，就亲像咱享受伫上帝的创造甲听内面，安尼有好无？这是真好的一件代志感谢主好，今仔日咱对咱2年读一届的圣经，今仔日开始，咱是读出埃及记出埃及记其实是原来的希伯来文内面因拢用第一句、第一字做因的即卷的圣经的标题的书名其实出埃及记原来伫原文内面是叫做因的名字啦，简称就是讲名字这名对当时来讲是足重要的所以后来呢，咱中文在翻译的时阵，就用74译本的出路做出即个名，所以咱靠即个出埃及记即个部分总是出埃及记，伊毋是简单家己一本出埃及记是摩西所写的，咱称伊做摩西五经。其实本来摩西所写的是一卷尔一卷，因足长，所以咱就甲即个历史，即个伊所写的历史的故事，就甲伊分出来也是讲迄个内容就甲分出来，就分做5经安尼所以咱虽然讲即摆咱读的是出埃及记。总是由原是摩西所著作的其中的第二部分，创世纪出埃及记，这是第二部分，互咱会当来了解所以既然原来是讲希腊文内面是讲这是出路的记，出路的一个记述，那安尼咱就知影出路，咱嘛会当讲出埃及记嘛是一个出路的记啦。所以今日牧师定这个题目就是有出路的人生，这嘛会当互咱好来思考。咱看出埃及记，伊所记录的是一个历史内面，以色列历史内面上界重要的一个事件，就是以色列人落去到埃及400年了后，伫迄搭遐经历着做奴隶，真做埃及国度的一个奴隶。伫迄搭遐，要安怎会当脱离迄个奴隶来到伫上帝所祝福的所在，即个过程，咱讲这是出埃及记所以若是安尼，咱就会当知影出埃及记所记录的伫意义内面互咱会当真清楚。所以伫即个出埃及记第6章第6节，这是伊的上重要的经文。互咱知影出埃及记的注写的目的是啥物？伊讲，所以耶和华上帝对摩西讲，所以你就对以色列人讲，我是耶和华，我要伸出我的手骨，重重来刑罚埃及人，救赎恁脱离因的重担，无搁做因的苦工。所以出埃及记的上界重要的字叫做救赎，叫做救赎。上界重要会当表达即卷的意义是啥物？就是即个经文所以咱安尼就会当来了解。所以真侪人就看见出埃及记真重要，会当讲是旧约历史发展的一个中心就亲像伫新约内面11诫是新约圣经的中心一半样。若是安尼，即个出埃及记对你我有啥物关系？其实有关系，对每一个群体拢有关系。若是受剥削、受刑罚，还是有重重的担的时阵，咱拢会当讲：对，我需要出埃及，我需要离开这个担，这个担无应该是我爱承受的。
若是安尼，你必须要去经历耶和华上帝的同在、呼召，然后勇敢出埃及。所以这是一个真重要的旧约内面，出埃及记是一个旧约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事。所以咱要讲，咱每一个人拢有出埃及的故事啦。阿门。过去可能你毋捌耶稣基督，毋捌基督教的信仰。过去你可能对这个民间的宗教嘛无真了解，总是当你认捌耶稣基督的时阵，你就是对迄个罪恶的世界离开，迄个亲像受罪恶这个压制的所在，离开迄个所在，进入伫耶稣基督的国度内面，这就是出埃及。当你伫你的过程内面，过去有一个你真艰苦的一件代志，你久久无法度甲袂记进，迄个真做伫你生活内面常常想到，就感觉迄是苦楚，迄是重担，迄是无法度避免，无法度斩断的即个担。若是安尼，你必须要出埃及。阿门。这就是咱每一个人拢一定有出埃及的故事，这是理所当然。所以，咱今日透过这段经文，咱做伙来思考。圣经安尼讲以色列的正经儿，各带着因的家眷，甲雅各做伙来到伫埃及。这是出埃及记第1章第1节在讲。这个在讲什么？这个在讲就是创世纪内面所描写的，对47章开始，伊就用一个真简单的一句话，互咱知影。出埃及记就是创世纪的续集啦，所以真简单安尼来讲，就是以色列伊带着伊的囝儿拢总有70个，当时是70个迁徙对迦南地迁徙到伫埃及地，去到伫高山的所在。为什么因需要迁徙？咱拢知嘛，对无？就是有大饥荒，遍地大饥荒。总是上帝拣选雅各的囝，对无？约瑟诚做埃及的宰相来治理上帝互伊异象知影有这个事，7年的大饥荒，大丰收了后有7年的大饥荒，所以就爱来什么超前部署，对无？就爱伫7年的丰收内面爱组织这个粮食然后法老王就互约瑟有这个权柄，对无？这是咱过去所会当来了解。但今仔日咱看见伫第6节，就是咱今仔日所读的前1节，伊有安尼写讲约瑟甲伊的兄弟，并迄代的人拢死啊！哇，这是一个以色列人到伫埃及一个真重要的转折点，对过去受看重受诚做祝福的，即马就是因为约瑟甲伊的兄弟即代的人拢死啊！哇，这个灾难就亲像来安尼，所以伫遮有一个真特别的一个无共款的一个描写伫即个所在。总是今仔咱读的第7节，却安尼甲咱讲，就是即过去雅各带着伊这囝儿70人来到伫埃及，到现在已经经历200几年啊！这200几年到底因伫埃及的生活安怎？就是第7节甲咱描写，互咱知影，以色列人生团济济，并且是无生的，极其的丰盛，满了迄个所在。哇！咱看见以色列人，毋是70个尔吗？无，这个时阵甲咱讲，因生团济济哦，上帝祝福因哦，这个福气对倒落来。对因的祖先亚伯拉罕，上帝对亚伯拉罕的祝福，咱看以色列人因到伫埃及，上帝继续伫迄搭遐行使伊所应允的，大大祝福因哦。所以若是安尼看见，圣经伫描写即个，会当互咱看见，佮后来因所面对即个惨切的故事，咱就知影讲，当人若得着上帝大的祝福的时阵啊。有当时伫背后稳重的，是可能有真危险的事，强要来嘛有可能，这是咱会当看见伫生活伫
历史、伫社会内面，咱拢会当看见这个代志。所以圣经安尼就甲咱讲，埃及的新的法老起来了，哇！伊就安那嫉妒，哇！这以色列人，哇！住伫高山的所在，为什么遐尼丰盛？哇！因愈来愈多，甚至比阮更较济，安尼要安怎？所以伊就会惊吓呢，吼！所以伊感觉讲，哇！以色列人是外族来到伫阮的所在，对阮来讲，即马是一个威胁，吼！这是咱伫遮会当看见的一件代志。所以，愿上帝帮助咱照做基督徒，咱看别人丰盛的时阵，咱袂去嫉妒啦，对无？吼，咱应该是欣赏，是祝福，是尊重，吼，彼此尊荣，这是基督徒你我所必须要爱的哦。总是伫教会生活，有当时会有安尼无，嘛是会有啊，吼。比如讲，什么人比我较慢来？即摆会当做小组长。什么人比我较慢来咯？佫会当做执事啊？为什么？这拢是因为嫉妒的心伫咱的心内面。求上帝帮咱，互咱兄弟姊妹中间无即款嫉妒的心，咱拢知影，这是上帝的带领哦。咱看200几年来，以色列就是雅各带着伊的家族70人去到伫埃及这个所在。这200几年来的结果，圣经甲咱讲，就是生团济济，是无成的，是极其的强盛的，是满了迄个所在。伊在形容这个时阵，互咱想到的是什么？互咱想到的是创世纪对啊，上帝创造万物了后，创造人类了，甲人类的应允甲祝福是啥物？讲恁着爱生团济济，满了地面。伫你即个地对啊，上帝对人类的祝福，嘛是对亚伯拉罕搁一摆的提醒，伊有即款的应允甲祝福。但咱看以色列人因伫埃及的所在，真正嘛看见上帝大大祝福伊哦。那安尼生团济济意思，就是讲生了真济嘛吼，哇！因的即个。囡仔、孙仔愈来愈多，哇！这是一个祝福哦。咱看无成的意思是安那？是充盛甲包括一正好啦，吼，一正好。强盛的意思是啥物？就是讲质甲量，哇，拢是真臃肿的哦。哇！这款的形容，互咱会当看见当时为什么埃及人看这以色列人遐尼丰盛、遐尼强大时阵，因会带。因会惊，就是因为上帝大大祝福伫因的顶面哦。所以以色列人遐尼丰盛，对埃及人来讲，哇，这是外种呢，竟然来到咱的所在200多年，到底为什么因会来咱遮？可能话拢嘛袂记一个啊，唔知影。所以因袂记得过去以色列的这个宰相就是。约瑟所做的，所以因感觉对因来讲，这是危险的一件代志。愿上帝帮助咱，你捌因为你足优秀的，是你得到祝福，遭受人的嫉妒无？有无？有当时咱听袂到对无？总是有当时咱感受会到。无论伫成长的过程、读册的过程、工作的过程，人真意爱比较，对吧？人真意爱比较，伫这个比较的过程内面，咱知影就会产生互相的猜疑、互相的嫉妒，这是不应该的。那愿上帝帮咱，伫咱的教会内面，咱无有这款的情形哦，互咱会当真清楚。咱愈得到祝福，咱就爱愈谦卑，阿门。咱愈得到祝福，咱就爱愈谦卑。这是理所当然的一件代志。佮过来，咱来看约瑟的时代，为什么伫约瑟的时代，因会当安尼来统治整个的埃及做宰相？到伫伊过往了，伊的兄弟过身了，经历这200多年来，这新的法老甲
埃及人为什么对外族显得紧张？其实这是有历史的因缘的。就是伫约瑟的时代，埃及人的法老毋是埃及本土的人，伊是外族来哦，伊是闪族，叫徐克索斯人哦，所以迄个时阵是外族来统治埃及啦。所以外族来统治埃及，对埃及人来讲，因有真济的不满受苦，因无法度去反平呢。所以后来这个外族的法老伫1580年了，就被推翻，然后埃及人的本土的法老来产生出来。所以圣经安尼记载，虽然真简单讲一个有新的王起来，其实这个新的王是因家己的人。所以既然是安尼，对历史因为这款的经验了，痛痛的经验了，因对这个外族就用无共款的眼光在看。这是咱即马伫美国的这个时代，这个时点嘛是安尼对无？川普起来了，佮重新在恢复美国人的精神，本土的精神。哇！这甲当时以色列人到伫这个时阵，咱今日所读的经文所拄着是相共的这个意思。所以新的法老，伊为着要互这埃及人会当了解因所面对的，过去可能无去真在意的，所以伊用一个比较的方式来讲讲看以色列人的人比咱搁较济呢，搁比咱较强盛呢，安尼是啥物意思？伫迄个比较内面，感觉讲哇，咱较弱气安尼。咱是埃及人啊，这埃及地本来就咱应该咱的，为什么这外族的人即马比咱较兴旺？哇！这一个比较咧，心内就无平衡，佫有啥物？伊就有假设性的一个问题，就是讲日后若拄着啥物战争的时阵这外族的人可能会联合咱的对敌来攻击咱呢，然后因就离开去啊，因袂佫继续甲咱做伙哦。对因来讲，两件代志，第一就是若有战争的时阵。内部这犹太人、以色列人是毋是会反叛？这是第一。这第二，这60万人以上的壮丁是做咱的奴隶呢？因若离开要安怎？这嘛是埃及法老伊用价值来底互埃及人来了解所以伊讲安尼，咱就爱用一个价值。这以色列人命令这以色列人，就爱来起厝起城起这个城是要创啥？其实起两个城是军事用得使用的啦，会当防卫外敌来的攻击。以外嘛准备会当粮食，会当准备好势，要战争的时阵靠这个粮食。所以以色列人就被强迫去做庄去爱种田。去爱啥物？这叫做爱过产水，破水哇！这对以色列人来讲，敢是因过去所在做的？毋是啦，因为因是游牧民族，对这来讲因袂晓，总是对因来讲，这是一个重担。所以咱会当对这会当来了解总是虽然新的法老有这款的想法，总是咱看见。圣经甲咱讲，因愈苦毒以色列人，因愈发展起来，愈济，愈强盛。哇，生团更较济，生团济呢，兄弟姊妹，求上帝互咱会当看见。圣经就讲，埃及人就因为以色列人来操烦咯。兄弟姊妹，这就是伫咱的生活内面，咱爱深信的，可能。伫生活、伫工作、伫公司伫厝内面，也是讲伫厝边隔壁，可能咱真做一个基督徒的，有可能会真做人攻击的对象。若是安尼，咱就求上帝帮助。可能伫咱的受压制的内面，咱依然有信心，咱是蒙恩的行义。阿门。咱是受上帝祝福的，
因为上帝应允咱牵条伫伊，伊就无放杀咱。这是咱的信仰。所以伫生活中间，可能上帝互你丰盛，互你发达。对人来讲，人目眶会赤，对无？目眶会红，总是咱爱知影，咱着愈谦卑，愈谦卑的时阵，就是别人看咱看袂过，咱嘛免烦恼，因为上帝是咱所倚靠的。好，所以诚做受恩的囝儿，咱爱深信上帝会保守咱。伫可能受拍败，还是讲受攻击的过程内面，咱应该爱搁较深知上帝甲咱同在。我伫前礼拜讲到伫前礼拜的过程内面，牧师受到攻击吼，我无讲什物攻击，所以规个同工煞替我烦恼，讲牧师安那是啥物人欺负你无？煞替问我安尼啦还是问同工，到底牧师是啥物人甲欺负？无甲牧师讲会受到攻击吼。我是遮正式甲咱讲一下我特别是第二堂有讲到这，第一堂前礼拜无讲到啦就是伫前礼拜拜四的时阵牧师有一个真大的迄个攻击来，毋是人攻击我，毋是，迄是恶者对我的攻击，互我看轻家己，互我感觉讲我是无路用的，互我感觉讲我做安尼嘛是无够啦！你是讲你做安尼着安怎？你是啥？你是做残人的囝，你会当做啥？迄款的攻击啦，我真清楚迄个时阵强感觉讲无着忙嘛，无着忙去做嘛，对无？忙做着袂受批评嘛，忙做着袂受攻击嘛。敢有人批评我、攻击我？过去加减一定有嘛，哪要紧？过去行到即马，犹原勇行敢毋是吗？犹原有信心向前行，毋是靠着我家己总是伫前礼拜的拜四，哇！迄个前礼拜的拜四，迄个攻击真大，差不多要互我放弃，你知无？潘牧师知影我的情形，然后迄天咱会读圣经的计划，圣神叫我去读圣经，甲今仔日读经计划读了，拄读到约翰福音，耶稣讲：哥我在伫我，性命嘛在伫我。我对即句话，我得到真大的一个感动，所以我伫图书馆的去听的读册的所在，办公桌的所在，我是随跪落去。潘牧师是讲我要分去无？我讲毋是，我跪落去，我领受一个异象，就是看到十字架顶的耶稣，看到伊的手擦了，滴落来的血，对我滴伫我的头壳顶，迄是异象。然后我遂徛起来，我讲我得胜我甲潘牧师讲，我得胜我得胜我好真正是安尼。这是我前礼拜我前礼拜无讲解遐详细，前礼拜第一场我嘛无讲到，对无？总是兄弟姊妹，我第二场真简单讲大家关心，我今仔日真清楚，甲我前礼拜拜四迄个异象讲，互兄弟姊妹知影。牧师嘛会经历即个真正是恶者的攻击所以我嘛更较会当体会兄弟姊妹，咱伫生活内面拢有真济恶者会甲咱攻击，对人来，甚至对厝人来，对翁对某来，对囝来，对爸母来，拢有恶者会用真办法，要互咱甲上帝、甲基督的救恩愈离愈远。甲即个福音会当愈离愈远愈好，兄弟姊妹，所以愿上帝帮助咱是的确会得胜的，因为耶稣基督竟然会当败不复活，咱嘛会当对无？耶稣基督竟然会当对死过活，那咱嘛会使，因为伊安怎，咱就会当安怎。阿门。
这就是咱可以上界大的一件代志。愿上帝互咱会当来体会了解吼。好啊，所以约伯的故事我就免讲，因为我就讲我家己的故事啊吼。约伯故事咱知影伊最后伊去体会了这位上帝，虽然伊遭遇着遮大灾难，可能伊嘛在问讲上帝啊，你伫倒落？总是后来伊真清楚，讲我前听见你，现在我亲目看见，对无？咱张老娘的经文伊背了比我较熟，对无？所以我厌恶家己伫真爱土甲真爱中间来后悔，阿门。来悔改，是咱求上帝帮助咱无论什么款的攻击来，无论是肉体的，还是精神的，还是这个灵内面的，咱拢爱深信，咱的确会当得胜的。阿门。咱免惊伊，因为上帝绝对甲咱同在。所以咱看约伯后来，上帝安怎祝福伊？上帝互约伯对伊苦境转回，并且耶和华所伊的比前的所有的加倍。阿门。这就是咱的信仰吼。所以相信上帝一定有出路，对无？每一个人，咱的生命内面，拢一定有出埃及。牧师伫前礼拜嘛是各一届出埃及，对无？伫迄个苦难、受压制、受看轻的下面，上帝帮助我，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洗清，遐恶者拢离开我。阿门。所以咱爱相信所以感谢主互咱会当深深来体会上帝甲咱同在的时阵。咱看，其实我后壁结论要讲的是啥物？咱若看出埃及记的时阵，虽然咱第1章到第2章的中间咱看见以色列人受着遮大的苦惨，总是因无追求上帝呢，因无因为因嘛已经袂记得上帝啊。因为因伫200多年来伫埃及的生活，大概差不多拢甲埃及人相共啊。圣经内面无讲因有哀求上帝。到2章24节的时阵23节的时阵，伊是安尼写过了无偌久，埃及王死啦，就是迄个王死了后以色列人因为搁做苦工，本来是讲新的王起来，因就可能毋免搁安尼做苦工啊，继续受做苦工，因就叹息哀求，因敢有求上帝无啦？因家己讲我歹命咱较安尼，拢做人的奴隶咱足惨的啊，只是安尼尔。毋过安那，因的惨切声达到上帝遐呢，因无求上帝，上帝啊救阮无，拢无真特别总是第24节到25节，伊安尼讲上帝听见因的哀声，就纪念伊甲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立的约上帝看顾以色列人，也知影因的苦情呢。以色列人无求耶和华上帝，总是耶和华上帝用即世的同事在甲咱讲啥？上帝对亚伯拉罕应允甲祝福，完全无离开因。平时就祝福因伫苦境内面，伊的确会救因脱离苦情。阿门。这就是咱对遮会当深深来看见的所以愿上帝帮助咱，上帝恩典教咱用，因为咱凡事拢有出路。咱来宣告讲我凡事拢有出路来。阿门。兄弟姊妹，愿上帝帮助咱咱来读今仔日的经文来。以色列人熬生熬团，家天济济，搁兴旺极其强盛，充满迄个地。出埃及记第1章第7节，搁一摆来。以色列人熬生熬团，家天济济，搁兴旺极其强盛，充满迄个地。出埃及记第1章第7节，愿上帝祝福咱，互咱极其的兴旺、强盛，
是因为咱倚靠耶和华上帝。阿门。请咱起立，咱再来吟这条诗歌。双手世界通看，好幸花白大家有伴，用谦卑的心，甲你三更记到内面，调整脚步，放下家己，献求新的活气。脚步的心，甲你家人记到内面，为花安享，得到能力，享受你的供应。愿袂用祈祷，点到这段，炎炎花叶到位地看。愿的双手，世界通看，好幸花白，大家有伴。双脚跪伫主脚前，世界放伫咱的后边。拜主显明，天国降临淹没四天，双脚跪伫主脚前，世界放伫咱的后边，合意敬拜主显明。是天，愿袂用祈祷，点到这段，炎炎花叶到位地看，跳跳的双手，世界通看，好幸花白，大家有伴，也愿的双手。世界通看，好幸花白，大家有伴。主，阮来到你的面前，阮看见你伫历史的作为，阮就知你是拯救我的上帝。阮也深知你伫历史中间所有的一切，打击今仔日有缘地做。所以，阮要将阮家己本身，搁一摆交伫你的手中。主啊，求你不断提升阮的信仰，互阮甲你搁较若结连，互阮会当更较明白，阮透过敬拜，透过读圣经，透过祈祷，透过小组的结连，拢伫你内面会当亲近你，会当搁较明白，阮是属于你的。当阮拄着外来的攻击、怀疑、至到互阮亲像要跋倒的时阵，阮恳求你，互阮的灵会当清醒起来，知影阮是你的百姓，你的确保守阮，互阮会当奉你的名来宣告，
阮的确得胜到有存。 Amen 所以主，阮这个时阵要为着阮众兄弟姊妹来祈祷，有身躯软弱的，有阮这老迈的兄弟姊妹，因较无力爱来到圣殿敬拜你，总是有时因的行动较无方便，总是上帝你知影因的心思意念，你感纳因的敬拜，无论会当来到这遮，还是伫厝内透过直播做伙敬拜，愿你拢听阮的敬拜甲祈祷，也互阮兄弟姊妹结连的时阵，更较侪的关心带导，成做因家庭甲信仰的力量。主啊，阮也求你帮助，互阮伫人际关系、伫家庭的中间，若有不和的，若有这互相看轻的。 上帝啊，我恳求你来用你的宝血来洗清这个，互阮伫家庭内面是充满耶稣基督的疼的，因为你是阮一家之主，阮要深信你要帮助阮突破这个困境，互阮经历上帝丰盛的疼甲稳定，就临在伫阮的家庭。多谢你，互阮有这款的信心。 一切荣耀归乎你，愿你医治阮，愿你提醒阮，也愿你警醒阮。感谢基督，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请坐。奉献是回应上帝听甲信心的行动。 互咱用感恩的心甲信心的行动来奉献。开始奉献。 请起立。请坐。时间分享。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这是互咱做伙来看咱的教会时光。伫即礼拜的读圣经的导读的部分，咱做伙来念今仔日的经文，来请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
出埃及记1章7节。感谢主，互咱会当透过读圣经来明白伊的话语，阿免吗？阿免。好，伫2月28号到3月1号的时阵，咱全教会核心同工的灵修会，咱伫九族、伫埔里日月潭遐有真好、真享受的2天，有真好的休困。嘛，感谢主，咱总共有81位的同工，所以咱非常的欢喜，阮有真好的分享，嘛有真好的休困。嘛，感谢主，圣神拢甲阮伫地，阿免吗？阿免。阮伫镇宝饭店的时阵，阮伫第2天的透早，阮搁伫遐有现场的一个敬拜赞美的时间，非常非常的喜乐。所以迄一天的时阵，住伫镇宝饭店的其他的旅客，嘛拢看到阮伫遐咧敬拜俄勒上帝。饭店的遐个员工嘛拢非常的欢喜，有阮即个特别节目会当伫遐来带互大人真老热的感觉。更较趣味的是，阮伫迄一天敬拜俄勒了后，我就收到一通讯息，是一个青年，伊伫去年参加阮的撼动星球青少年的活动，伊竟然嘛伫遐伫休假，伊怎啊看到阮永光教会的同工伫遐咧敬拜俄勒，所以嘛感觉真好奇，嘛感觉真好，感谢主。好，搁来第19期的生命更新营会，搁来的即礼拜六要来举行，所以请所有的同学会当伫8点30分透早的时阵来伫4楼的副堂来报到。搁来伫4月6号的时阵，咱会当来受洗礼，所以为今仔日开始会当来报名，嘛会当嘛邀请咱所有想要委身转职伫咱永光的人会当来报名，嘛会当注意即个时间。伫今仔日的时阵呢，特别要来颁遐即个2024年导读经文的手抄本，所以伫即个时阵嘛要邀请第1场，你若有完成即个导读经文手抄本的兄弟姊妹会当起立，咱要请周牧师来颁发即个奖项。咱嘛用扑克声来甲因恭喜。我伫一年的中间要用一年的时间来抄经文，嘛是保养伊的代志。毋过感谢主，咱嘛会当看到咱的这长辈嘛会当来完成，是咱非常好的模范。
者想要继续鼓励咱每一个每一个兄弟姊妹会当做伙来完成咱这个手抄的经文的活动，因为伫今年甲明年嘛拢各有咱这个手抄本，所以咱嘛搁一摆用呼声来恭喜因会当来完成。好，咱领着册吼，咱等下礼拜刷了，咱较来做伙翕相，好无吼？好。感谢主，咱搁一摆用呼声。好，感谢上帝，哈利路亚。好，咱继续来看咱的消息。好，伫5月11日，母亲节的庆典是咱即届是要办一个幸福的餐会，所以即摆会当开始来报名，早鸟价是500块，会当来咱的小组长来报名。再来信仰培育奖励金，咱有增加一个奖叫做读经笔记奖项，就是为着要配合咱教会读经的即个活动，嘛会当来鼓励咱遮的青少年甲儿童会当做伙来做。好，再来3月29号伫凯达格兰大道有一个青年复兴祷告大会，嘛邀请咱的青少年会当做伙来参与伫即个中间，嘛为着咱全台湾的青年来继续祈祷。联合圣歌队伫为着咱的国活节要来训练，嘛当来开始来报名。伫过来的拜六暗时7点半，要伫遮，要伫3楼来练习。社区儿童青少年舞班甲星光学院嘛当开始来报名，请兄弟姊妹嘛当邀请厝边隔壁的青少年甲儿童做伙来报名。访韩盛会嘛开始会当来报名，咱会当注意即个时间。好，即个部分3月开始吼，细胞小组有一个小小的调整，是健身小组的守望者，新上任的守望者是方仁邦，咱嘛用拍扑克来关心来恭喜吼，愿上帝来祝福因。好，过来是咱幼生执事搁本月，伊是因拢是青少年的辅导，因要准备要来结婚啊，呜呼，就非常喜乐的代志。伫8月16号拜六的透早伫遮，就是永光教会咱即个本堂要来举行结婚典礼，因过来去到孙立人将军的官邸来做宴客，所以因需要来算迄个桌数，所以请咱伫3月8号的进前来登记。咱嘛继续为碧霞姐妹的身躯来祈祷，愿上帝来医治伊。好，咱嘛会当继续来看咱教会的遮个网站。好，过来，咱就要来用这条诗歌来比出来握手来称呼。来，咱做伙请起立。你出来民就福利，平安福气满满心，我相信爱充满你，大梦大力量大福气，上帝祝福你，祝福你，伊的平安祝你，喜乐充满你，烦恼拢无去，事事大。咱来有边的人来甲伊祝福。但愿上帝按照伊对恁的祝福，满满伫你甲你的家，也愿耶稣基督的救赎成全伫恁每一个人甲恁的家庭的中间，也愿圣神引带光照，伫正路正做美好的见证，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以
平安。平安。请坐。请咱有今仔日摕到册，咱有这读经的吼，咱摕这本出来，咱做伙来翕相。来，咱摕这本出来吼。今仔有领到这个导读的笔记的经文的册吼，咱摕出来头前吼来翕相。